这个原型是砂石车，会使讲总是一个理念当中，每一工或者说正少的东西，咱事情的啦，拢饮酒，哦，对，做很多的这个哦，所以或者会使讲伊个当中，理念嘛做深啦，但是或者会使讲咱的心本来这个有啦，拢无是为各种代志。这个心我有小说，所以说咱这本书好势讲咱本来总该是开都这个开，要好势来学习，好势的时阵嘛足精的，但是好势的时阵咱就是感应到，讲这宝贵是上天的。所以有些都刚问咱这本书，我去讲话我这个时阵搞好，咱就这个道场，到这个地方学习。所以好势，一两个变形，因为时间我感觉一年过，时间咧过不够紧，所以一来凶猛所以好势感觉讲，那安尼好势对今仔开始，别来将来。叫咱各位前面大家来听，好给咱人人，我给咱人人班，我咱人人关系为了成全班，好势关系，办拢会这样，这是好势大家讲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因为其实你一天无所事事很珍贵，你传统也是在过。但是你如果无所事事，对上天没办法交代，或者谈话早说了，或者咱进了这个婚礼，所以咱有道理说，就是婚礼简简或者干嘛讲课，或者做爱去婚，但是咱。